唯识论呢、不是成唯论，是成唯识论。对唯识学有兴趣的话，先看八识归己颂，再研究成唯识论。成唯识论，一空法师，佛光山文化院院长，一空法师，以前南华大学教授，南华大学宗教所教授，中文系教授。成唯论应该是成唯识论了。没有啊，明文的明是那个明吗？还在说信。